呢四個字睇落就頭暈，你又識得幾個呢？第一個字我哋廣東人就最熟悉啦，讀冚嘅時候咧係覆蓋嘅意思，比如冚被；讀冚嘅時候咧係全部嘅意思，比如冚唪唥。第二個字嘅字形咧就好似山上有個斜坡，係指山坡或者係低洼嘅地方。呢個字清代之後先有收錄，所以粵語咧就基本冇用。大家可以跟普通話讀洼，多數係用於地名，比如寧夏就有水溝洼。第三、第四個字咧就容易搞錯，一個山上係人，一個山上係人。呢個字粵語就讀軒，說文記載本意為人在山上，引申為高舉高飛嘅意思。宋代鮑照嘅書誓裏邊有鳥軒如躍，意思係鳥高飛於天，如翼流躍水，係形容書法嘅動態美感。最後一個字讀仙，詞彙有記載，仙即仙字，入山長生若仙。呢兩個字都係人喺山中嘅意思，所以後嚟咧就被作為呢個仙嘅異體字。